后来有昨暝10点外，真侪乡亲用这个手机啊奶小报小路，讲有地动哦，讲遮咧摇，啥嘛咧摇。昨暝10点11分到10点14分，3分钟内是连摇2届。 全台湾拢有感觉到地动咧摇，两件地动的规模分别是5.8甲6.2，震央拢伫花莲的秀峰乡。气象局讲，这届的规模6.2是今年台湾陆地摇上大力的地动，嘛是秀峰乡为1990年有记录以来第2强的地动。气象局讲，未来3天要注意，无排除有规模5以上的地动会阁发生。 敢是去迄条地动的时阵，老厝摇甲真大粒，而且阁发出真大声的声音。本所通直接风底歹去。即摆地动发生伫花莲县秀峰乡，深度15公里，上大震度花莲5级，南投宜兰彰化嘛有4级。鱼仔因为摇甲伤大粒，看起来真着急，直直收来收去。阁有主人讲，敢是因为地动要互摇甲分去？越晃越大力了，27楼遇到地震。 也没办法跑了。住伫台中27楼的民众嘛，互地动惊着，规气摕手机仔来录影。连伫外口的民众嘛，拢有感觉。摇来摇去的，赶快跑下来了。感觉那个地震很摇。有，摩托车立着都会很摇的。很摇是。即摆地动搁伫花莲，而且是前站的地动，所以摇甲搁较大力。那这个主震的规模有6.29，那就接近6.3，是今年以来最大的地震。今年其实已经有发生过2次规模超过6的地震哈。那也就是说，可见今年的地震可能会比去年要频繁许多啦。未来1礼拜可能会有规模5以上的地动出现。 好佳在即摆无造成严重的灾损，民众敢若会使加注意。